有没有那个初步的一些感想？但是到后面听完之后，我感觉说，这个今天讲的真的非常有道理哈，而且我们上完这些团队真的上后前很想去买这本书回来研究哦，这对自己对家人都是非常好的哈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真的非常棒哈，帮我们上这一堂课，相信今天各位回去之后，身心灵一定能够得到和谐，但是重点是一定要做到这一点，叫做知行要合一哈。忙心理家家去保安利，今天我开的这个药，各位没有把它吃下去，来研究这个药方也没有用啊，对我们身体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痊愈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10点半等一下是因为我们林教他已经来了嘛，所以说我们有10分钟，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让各位先休息。那后面有水果，我们的厕所就在后面外面的后面。那我们10点半，请各位准点10点半准时去拿好我们的教官的先上场好。先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林教官。